袂因为疫情就停止了国际交流。这场由不用客气设计有限公司竹中文祥策划，和台南和顺国小以及日本万聪小学学生，透过网络视讯，各自介绍家乡的特色。万聪小学学生除了介绍故乡的特产茄子，更介绍日本国家指定传统工艺品世间宴，同时更现场演奏音乐，庆祝这次的友谊交流。那请大家听我们的乐队演奏。和顺国小学生即是介绍台南的在地美食，参像是沙白鱼糜、棺材板、布丁等等，也介绍了台南的夜市特色，以及位伫咧和顺国小边仔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，分享台湾400档的历史文化。我们的学校有养小动物，是很棒的一个学校。很开心，就是可以跟日本的小学互动，然后希望疫情赶快结束。我想要去日本玩。而会有这次的国际视讯交流，和顺国小校长陈良图表示，活动是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张荣志馆长的牵线之下促成，这也是竹中文祥策划的首次活动，未来也望会当继续扩大办理落去。和顺国小有这个机会跟日本的山口县万昌国小来进行线上交流，那主要是有一位竹中老师，他希望促进台日交流，那他的专长是电脑资讯 AI 方面，那他也很会做贴图。那透过台史博馆长的拉线，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台日两所学校的交流。竹中先生会用书法来做赖的贴图，然后到最后我们两所学校会做贴图的交流，然后促成今天的连结。那和顺国小是这一次竹中先生第一个串起的台日的第一所学校，他也希望后续能继续串起第二所、第三所，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竹中先生他做赖贴图的一个交流元年。接下来进入书法创作、制作赖贴图的创意时间。和顺国小的囡仔伫竹中先生的介绍之下，第一届接触次检验，伫观摩万昌小学小朋友如何进行书法创作范本后，接下来就开始发挥各种台式幽默创意，写下参像是哈哈哈、我超帅、耍废等等。就连陈良图校长、黄向秀主任以及马梦平、吕中原两位老师也共同加入创作。陈良图校长表示，透过这款的国际交流，会让囡仔体验到书法美感甲创作，融合传统甲科技的特色，变成了属于台湾甲日本囡仔的赖贴图，也透过交流对话，认识双方在地美景甲特色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